踏入2026年，全球地緣政治局勢因為中東衝突嘅升溫而再度陰霾密布，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加劇，能源價格高企，為世界經濟前景徒添諸多不確定性。但係香港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經濟得以保持平穩，並且持續朝住穩定增長嘅方向堅實邁進。近日公佈嘅一系列最新經濟數據同埋國際排名，清晰有力咁樣證明香港唔單止有力抵禦外圍風浪，更加喺多個領域屢創佳績，展現出極高嘅經濟韌性同埋活力。眾多亮麗嘅經濟數據中，以零售市道嘅表現最為顯著。根據政府統計處4月1號發布嘅數字，今年2月嘅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係350億元，較舊年同期大幅上升19.3%，亦都係自2023年6月以嚟最大升幅，並且已經連升10個月。咁同2025年同期比較，今年首2個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上升咗11.8%，而2026年首2個月嘅網上銷售價值更加錄得27.5%嘅強勁增長。數據話俾我哋聽，大部分零售商主要類別嘅銷售都錄得咗增長，顯示本地消費動力喺政商界努力推動下持續增強。零售市道以外，對外商品貿易表現亦都超乎預期。今年首2個月，本港整體出口貨值較舊年同期大幅上升29.6%，出口至大部分市場同埋主要商品類別嘅出口均繼續大幅上揚，而商品進口貨值則上升34.1%。另外，根據世界貿易組織最新發表嘅全球貿易展望與統計報告，喺2025年，香港躍升去到全球第5大商品貿易經濟體，較前一年攀升2位。商品貿易總額按年上升17.5%，去到15,850億美元，佔全球總額3%，印證特區政府所採取嘅一系列促進貿易措施取得一定成果。此外，旅遊及服務業繼續光芒四射。繼2025年全年訪港旅客達到4,990萬人次之後，訪港旅客人次踏入2026年以嚟繼續保持強勁嘅勢頭，首3個月已經超過1,430萬人次，按年上升大概17%。其中郵輪旅遊展現出強勁嘅活力，今年首3個月已經迎嚟79個郵輪航次。預計全年將會有超過30個郵輪品牌訪港，更加喺短時間內2度出現4船齊聚嘅盛況，充分體現咗香港作為區內郵輪樞紐嘅吸引力。除咗多項數據印證香港嘅經濟環境充滿活力之外，香港嘅國際競爭力亦都喺多個權威榜單之中獲得高度肯定。最新公佈嘅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中，香港整體評分上升去到765分，繼續位列全球第3、亞太區第1。同紐約同埋倫敦嘅分數差距分別僅係2分同埋1分。更令人振奮嘅係，香港喺金融科技嘅全球排名繼續位居榜首，銀行業同埋融資躍居全球首位，保險業繼續穩守第1，投資管理則攀升去到全球第2。毋庸諱言，呢份報告再次清楚咁樣話俾世界聽，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確實係具備領先地位同埋優勢。同樣值得自豪嘅係，香港喺多個國際獎項中榮登世一寶座。中環酒吧巴尼奧尼獲選為世界最佳酒吧，成為首間奪冠嘅亞洲酒吧。香港瑰麗酒店榮膺世界最佳酒店榜首。亞洲50最佳餐廳中，香港餐廳囊括首2名。至於屢獲殊榮嘅香港國際機場，近日亦都喜訊頻傳，包括喺 Global Travel Awards 2026中獲得全球最佳機場美譽，喺2026年 TTG 中國旅遊大獎中連續第3年獲選為中國最佳機場，以及喺 Skytrax 2026年世界機場獎中囊括世界最佳機場安檢流程獎同埋世界最佳機場洗手間獎2項殊榮。
另外，香港品牌企業之一嘅國泰航空亦都獲評為全球最佳航空公司第2名。香港快運更首度登頂全球最佳低成本航空公司。呢啲榮譽充分證明香港嘅軟硬件實力均已經達到世界頂尖水平，足令每一位香港市民自豪。今年係國家15規劃開局之年，國家嘅堅實支持係香港經濟發展嘅壓艙石。香港必須以創新思維應對當前複雜多變嘅環球政經環境，主動對接國家15規劃，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加快推動經濟金融等方面嘅高質量發展。香港擁有令到其他經濟體羨慕不已嘅一國兩制獨特優勢。只要充分發揮好超級聯繫人同埋超級增值人嘅作用，定可把世界各地嘅人才同埋錢財繼續匯聚香港。喺經濟創科範疇，香港已經制定咗清晰嘅發展藍圖，從推進 AI 加同埋金融加，用好穩健金融體系服務實體經濟，到爭取唔同國際機構喺香港落戶，以彰顯香港嘅國際地位，以及持續推動各類大型金融、文化藝術同埋體育盛事，吸引更加多嘅高增值旅客嚟到香港。香港正依照自身嘅發展步伐有序推進，只要繼續依託國家堅實後盾，充分發揮自身獨特優勢，沿住國家15規劃指引嘅方向，結合積極籌備中嘅首份香港5年規劃，東方之珠一定可以喺國際舞台上持續發光發熱，經濟前景亦必然亮麗可期。